台湾目前需要换气的病人有将近100个，也毋过今年到达只有20个人完成手术。那器官真恶等哦，换气的手术风险嘛真悬。医师就指出讲，台湾换气病人的5档存活率是超过一半。手术成功了后，嘛一定要复健，维持运动的好习惯。连先生伫努力看走，虽然速度无紧，不过其实是真无简单。今年40岁的连先生，自青少年时期就有支气管扩张症，36岁时因为慢性呼吸衰竭，规日都要靠上手导管来喘气，一直到37岁才等到肺部关症，通做移植手术。在我得知要接受这肺移植的时候，真的心情五味杂陈啊！除了要面对手术的风险之外，我还要面对术后的复健啊，就是怕被感染或者排斥的风险。根据器官捐赠中心的统计，台湾目前有98个人在咧等待肺部移植，只有20个人完成移植。医师讲，肺部的移植手术，会使讲是移植手术当中存活比率上低的。肺脏它是一个24小时跟外界都有沟通的一个器官，这个相对于心脏、肾脏。肝脏移植，他们这些其他的器官移植，并不会有一个跟外界有交通的一个状况，所以肺脏移植的病人在移植后，那很容易受到例如说细菌、病毒、霉菌等等的感染，那这些感染就会导致失败。这个移植的器官的取得上也比较困难的，要走的时候，多数都是心肺衰竭啊，所以肺脏能用的有限。医师也指出，大部分的病人拢是因为慢性肺病，落尾才需要肺部移植。医师也讲，成功接受肺部移植的病友，所落来也要配合医疗团队的复健计划，而且鼓励这寡病友加运动，增加身体的各款能力，也是重点。记者郭良水台北报道。